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在过去4个月当中，美国甲中国的关系会当讲是降入了冰点，但是最近频繁的传出了讲互相有往来的消息，尤其美国的情报这个负责人甚至秘密去访问中国。 而且，即马佫传出了美国国务卿将规要去逼中国，代表着两国关系是啥物信号？是红某冤家藏尾河，也是大国斗争笑里中刀？是南海会拍起来，还是东海岸会起战果？将规台湾因素是毋是主要的因素？咱台湾就爱自信，嘛唔通惊吓看家己无嘛？ 咱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林正義林老師，大家平安。第二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鳳儀連院長，主持人，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 童小成，童院長，大家好。那麼第四位，軍事連線雜誌總編輯劉學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如果觀眾朋友呢，你對這項代誌呢，已經比這個咱台灣的 Me Too 已經寫甲玲瑯細，咱互大家一個回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在18號、19號來訪問中國，這是拜登政府上任到打。 去到中國訪問的最高戰級，你會記得？迄陣時本來要去，結果一個氣球發生了意外。美國國務院來強調保持溝通的重要性，不過無特別的期待。那麼這段呢，感覺有其他重大的突破。那麼中國的外交部長講中國跟美國有通話，中國的外交部長真講。 嘛向布林肯來強調，美國方面應該停止干涉中國嘅利益，講得真明顯，包括着台灣問題。經過中美雙方協商，美國國務院宣布國務卿布林肯會喺18到19訪問中國。這是今年2月中美發生偵察氣球事件，布林肯取消訪問了後，擱再展開訪問中國嘅行程。 美國國務院表示，這個目標是建立溝通管道，避免誤判甲衝突，也會討論一系列雙邊甲專業議題。The places where we have concerns are well known. Fentanyl, cross-strait issues, their alignment with Russia in its war in Ukraine, which I just spoke to, and a host of other issues. We view thi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diplomacy and our conversation that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have with China. As we have said, they're going to be a major player for a long time. 布林肯甲中國外長秦剛則是早起捌通話。中國外交部指出，秦剛將對台灣議題表明中方的立場，擱再聲明美國應該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國務院伫簡報布林肯的行程的時陣也表示，這屆除了會見秦剛，甲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也有可能伫19會見習近平。啊，毋過嘛無認為布林肯這屆會當有重大突破。 軍艦慢慢駛入去馬尼拉港，一隻有幾多百個海軍學員的解放軍軍艦“赤旗公艦”罕見的到菲律賓訪問。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當地華僑，也甲菲律賓海軍官兵代表等300多人，攏到碼頭迎接。I feel very proud of my country, and I think the friendship of these two countries can be stronger. 可以胜我们祖国这个边界，现在是搞得很好，比世界更好啊！很高兴为祖国点赞。解放軍上屆大動的訓練艦“赤旗公艦”會佇馬尼拉港停靠3天，做40天航行的最後一站。這原來是北京首部開設緊張關係友好的做法。公司新聞田偉仁編譯。咱這製作這集的時陣我應該製作有一個討論，就是。但一般的這個民眾可能也是4位專家心肝頭聊真在吼，但是一般的民眾看到灰颯颯，你一邊還咧燒咩，
一边军舰啊咧互相咧冲突，啊一边啊咧访问，啊一边啊咧吵，一边啊咧冤家，啊佫偷偷啊，即个情报，即个 CIA 的首脑，佫走去中国去访问，啊两边敢若好，敢若歹，到底是要和冤，还是应该是做戏安尼？尤其即个习近平，佫讲咱来准备为这极端的情形会出现，老师，这到底是和冤，还是会佫继续会佫歹落去？应该想要控制，莫要继续佫歹落去。吼，这个两个大的国家，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因两个拢有想要自我控制的意思。是所以咱知影就是讲，最重要就是讲，美国甲中国要有一个危机预防还是处理的一个机制哦。所以这个最重要伊的任务就是希望讲美国甲中国会当建立两个国家无同款的改战无同款的部门，都有这个直接来沟通、直接来协商的管道甲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这个任务。所以虽然讲是18、19，但是咱知影就是讲为2月开始其实包括布林肯甲王毅因已经以这个德国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有见过面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Solomon 阮也有甲对方阮也有共款王毅阮也有共款伊这个维也纳阮也有见过面，所以就是讲两个国家有无共款的意见，有冲突，但是袂使互变做一个对抗，继续个对抗还是讲有任何的意外。所以这我会当理解，美国人可能无想要讲情势互演变安怎，但中国有种意愿吗？中国绝对有这种意愿。就是讲咱会当看见，虽然讲习近平伊有讲一寡话就是讲美国对中国不管这个科技还是这个半导体卡脖子还是讲中国应该爱来处理面对。尤其是5月的 G7， 以这个日本做高雄的高峰会，内底有讲到足侪种这个经济胁迫其实是无点名讲到中国但是最主要伊的目标都是中国，所以咱看见中国大陆是足紧张的科技，伊的高科技受到唔惊美国、日本还是这荷兰这国家。我会安尼问就是我也要请教的院长就是讲，咱一般在最近这2、3冬以来，拢甲习近平描写到伊这个政权小可恰，小可无正常无理性。但是咱即马看起来，伊也有想讲要和冤，也有要好好来照国际规则来处理吗？我是安尼认为啦我即届。这个布林肯要去北京，我认为这就是我常常讲的外交，不管你看哪无同意对方啦，你也是要想办法会使坐落来，大家来讲。那讲无一定会有啥物结果，但是最后若是无小心发生冲突战争，那应该是伫咧讲袂好势了，才来发生战争，绝对毋是拢互相拢无沟通，就拢无讲你无讲了，你大家就会黑白想，就会去误判，讲你到底是咧想啥？所以第一就是讲这个外交，就是讲伊去访问，这是真好的代志。我感觉这应该大家互相会使互相的访问，这是应该是上好的。上无你知影讲对方的迄个底线是咧啥物所在？你也正是要去打迄个底线，就是讲会发生冲突，你家己嘛爱准备要好势。你也准备无够，你敢有想要去打迄个底线？这第一，第二，就回到迄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你讲中国的这个领导者我是感觉发生啥物冲突大家当然嘛是想要赢，但是要赢进前爱互家己的位爱坐好稳，坐好在。你这个战争拍落了，你家己的地位无
最好知啊！你这个战争就是敢若赢，对发动战争的人也无啥物意思。对伊来讲，伊啊战争发动了，虽然伊赢，但是伊就你讲这个真智慧哦，习主席应该听迄个话哦。假使你也无搁伫迄个位啊，你发动这个战争有啥物意义？这是实际你咧这运作的时阵啊，大家拢以一个国家来看，但是国家嘛是人组成，尤其是领导者啊，领导者假使伊啊战争拍落了，伊无伫迄个位，啊有啥物意思？所以迄个领导者伊要思考要开战了，伊除了爱赢真我感觉伫咧进程爱想讲伊迄个位。伫咧战争了，伊是毋是也搁会伫咧迄个位？安尼才是上重要的。哦，搁加一个变数哦。议长，你认为咧？这第一，你有认同头早连议长所讲的，讲习近平以后开始考虑较济，所以想讲道义不破，哦，再好好来讲。但是，那么看，小弟要请教这个咱的军事专家，就是讲，看起来哇，安尼嘛有咧飞来飞去，嘛有咧赢压安尼，议长你安怎看？我是同意连议长所讲的哈，这美国的做法哈，就是黑白面啊，黑白脸啊，两手啊，两手的手法，对吧？这是我是讲，你拄到无办法的时阵，最上好的办法。因为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哈，因的冲突哈，冲突是。systemic 是啥物意思？唔是讲 systematic， 这两个你无共款哦。systemic 的意思是讲我是全面性的、全面性的，啊，唔是讲我一步一步的这个系统性，是系统性，无共款哦，它是全面性的。甲美国甲以前的苏联，伊的对抗啊，嘛无共，伊以前的对抗啊，意识形态啊，甲这个战略利益，甲这两项。娘，啊个中国哦，这无共款的这个制造业，贸易，贸易还有晶片，还有晶片，各有些航天，等等，这个是无共款的呀。美国以前是毋捌拄到这款的对手，我唔爱讲歹人啦，对手啦，哦，毋捌拄到这款的对手，所以讲美国即马哦，我想讲哈，伊内心哈。我感觉机关有点焦虑了哈，我有一寡焦虑，就讲到底我是要来要是要来弄啊，好像都没有达到目的。所以议长你也讲，因也搁咧试，搁咧试讲看什么有效较赞安尼。啊对啊，搁在试啊，就走一步算一步啊。要是我们当摕咱台湾去试呢？安尼起码都无人有即款的把握。我即马的做法是会当达到我的目的了。我就讲美国嘛无即款的把握，中国嘛同款啊，中方也是一样啊，一样说我无即款的把握，讲我会甲美国以后要走到什么地步，伊嘛唔知啊，所以讲两边啊吼，拢是走一步算一步啊。步步为营，啊，且战且走，啊，基本上都变起码这块的经验啊，所以讲现在这个布林肯要去，我讲是真好代志啊，伊去吼，孙小雅迄 AIT 的处长，伊安怎讲啊？基本上阮美国，我们都跟这个中国，我们都基本上咧缓和啊，基本上咧交涉啊，你台湾嘛同款啊。你嘛会使啊，你嘛会使安尼做啊，对吧？伊是安尼讲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款的话，伊会使卖讲啊，即马讲出来，什么样压力较大？咱这个就是较大嘛，这我现在就咱会使讨论。这我现在就请教，我先问讲吼，大家一定真感觉真好奇呢，前几日啊，看到迄影片，两只军舰安尼，接近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叫做将军号哦，接近啊真嘞，这真的啊假安尼？刚才是军生球吗？那个事件哈，就是美国的那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因为我们讲神盾驱逐舰，它的那个跟加拿大的蒙特罗号一起在航行。
那时候中共是052DL 的那个苏州舰，好，它在这个非常接近的距离内去横切过那个美军舰艇的船首。那根据报道，他们最接近的距离大概500码，大概几百公尺的距离而已。那它这个一定是干扰美军军舰的航行为前提，它来做这样子的航行超舰的运动。大呢哦。对，那其实这个动作是蛮危险的，因为比如说伯克级它差不多有1万吨的排水量哦。那假设它的时速是20节，我们不是很快的航速，但是它时速大概也有接近40-50公里。但是它以1万吨这样子的质量，它在海面上航行，它切进来之后，如果它要停船，那它第一个转舵嘛，第二个把我的这个正在航行的车叶，我把它停止，或者是把它逆转倒车，它都还需要一段距离才可能在海上。各位甩尾啊，你骗过来。对，它还要一段距离跟时间才有办法在海面上停下来，因为它的惯性质量太大。那我们以那个苏州号切的方向，等于说，如果中英号它没有发现，好，这是在美军的航行史上面不是没有的事情哈，它没有减速去撞上去。那第一个苏州舰是7000吨的排水量，神盾舰是大概1万多吨的排水量，91万吨的排水量。大家弄碎车呢？对，那它等于说你从舰首是比较坚硬的地方去撞击船舰的侧面。好，那这个其实如果在海上发生这样子的碰撞事故，其实是相当重大而且危险的。那你弄不好，搞不好有一艘船要冰准呢？它可能最起码要损害管制。如果损害管制不及，进水量过大，它就可能需要弃船。对，那所以这样子的行为，其实在这个我们讲说对峙的航行中是非常的危险的。那一般军事界的人安怎来看这个？是感觉讲是美国挑工的，还是中国故意的？从这个结果来看，是中国故意的，因为他没有理由在2舰并航的时候加速切过别人的船首。他们就刚刚一个马路三宝嘞。对啊，就我们海军，如果各位有去军港看军舰出港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渔船会在船舰刚出港的时候横切过军舰的船头。那这个对渔民来讲是一个仪式性的，他们认为这样切过去之后它会丰收。那这个每次出港的舰长或者是引水人，他一定在心里面是低估的，圈圈叉叉。对，这很危险。就是你这样子的行为是没有办法，船舰只能够尽量的慢让你先通过。可是如果他有任务，你还要硬切，这就很难讲了。我记得有一次海上操演，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这个舰艇前面有一艘渔船准备要切进来，那舰艇那次因为在操演，它不会让。所以它不断的鸣笛警告，最后渔船退开了。那如果我们把渔船换成军舰，那就当然是相对来讲一定有敌意的嘛。也要丰收了对吧？收获它的一些讯号嘛，表示它的一些想要传递的消息嘛。对，那这个东西我认为是说，因为刚好这个时间是在那个香格里拉会谈的时候，那我认为观众没有介绍什么叫做香格里拉会谈？就是国防事务的一个国际性的会谈，就是因为像最早就是没有针对国防事务，所以可能很多国家的国防部长或者是他们的参谋总长、国防官员会去出席这个会议。今年6月初刚在新加坡举办。那为什么叫香格里拉？因为它举办的地点是香格里拉饭店，所以他们在那边举行这样子的会谈。那今年初等于是那个美国的防长跟中国的国防部长在那边有一个，你算真重要哦。对，算重要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没有成功的对谈啊，就互相发表演说，然后有点互相抨击。那我认为说，中共这样子的这个军事上面的行为是去增加他在这件国防事务上面强硬态度的表态。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讨论到说，布林肯如果去访问中国，他的这个军事上面的强硬。其实也是中方对美方谈判的一个底气跟筹码。加一个吹一个严谨啊，吹到上后尾看，像头仔连议长因讲，就讲真正讲的时候，我后面有咧吹哦，那大家来小讲者。但是头仔汤议长讲到一个趣味，我感觉真好奇，要来请教林老师。美国的 AIT 来台北的这个处长也讲，你台湾来当去交往啊，去安怎？
唐老师的意思是应该是讲对咱台湾嘛有产生某种的压力哦，这安怎想？咱看起这个川普加这个拜登呐，吼，因都认为讲台湾甲中国爱来和平的解决，吼，用和平的态度立场，吼来处理两岸，吼台湾甲中国大陆有啥物无共款的争端，吼，所以这个就是讲已经是变做一种美国的政策啊。吼，所以 AIT 的处长所讲的，伊是反映美国长期以来一种的政策，吼。但是咱就是讲，看起来讲，不管台湾安那来讲要甲中国，吼，来接落来，但是最重要就是中国他伊无愿意啊，吼。所以会当看起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原来是共款安尼。国防部长要一来讲，唔使讲过几届，唔使讲袂顺车呢吼，拒绝几届，因都有记录，吼。所以台湾也在阮来共款呐，吼，咱会当持续啊，继续来传真讲拜托的，讲已读不回。台湾甲中国大陆应该爱来和平，吼，爱来协商，爱来对话，吼，这会在安尼讲啊，吼。所以我是认为讲，这届布林肯去到中国，吼。即台湾的问题，虽然讲是北京一定会讲出来，而且是介大声就会讲出来，但是即台湾的问题并唔是即个布林肯要去北京、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即能力介重要的哦。虽然讲咱台湾上关心咱家己的问题哦，中国大陆原来要借着即种国际一种的舆论啦，吼，你讲即台湾的问题是介重要，但是对美国来讲，伊是安尼看，美国甲中国有足侪代志爱讨论，哦，台湾即个问题是其中一个问题尔，嘿，看起即个无共款的部门，哦，不管是即个美国的商务部、财政部，吼，因都有派因即个副助理、副助理部长去到北京，这个副国务卿有刚刚有去，所以就是讲，这两个国家这个展出啊，唔惊两个国家的代志，牵涉伫这个印太地区全球性的啦，都有这个爱处理的问题。是，所以咱一开始就破题就是讲，吼，咱台湾哦，唔通看家己无，嘛唔通家己啊看较真大。人即摆去要处理的是全面性的问题。那么我的进前吼，这两天有看到一篇文章的访问，就是 Stephen Mao， 吼，伊也有讲到讲，即摆美国甲中国吼，应该唔是讲脱钩，无人咧讲脱钩啊啦，即摆咧讲去风险。到底这个去风险甲这个脱钩有啥物无共款？我要请教连院长。我想脱钩吼，就是互相尽量卖往来，田无高水无流，对，尽量卖往来。但是去风险就是基本上也是爱交往，是讲交往中间，万一有啥物对我家己较无好的、较无利益的迄个部分啊，你可能爱思考一下。交我较早讲的共款，就是讲，你知影你家己要交对方若要冲突的时阵，迄个代价你有要付，你爱付偌济，你有要付无？这一定爱先摸好清楚。你最后决定要冲突啦，安尼可能就是谈判就破裂，就是无法度搁继续落去。那假使你也感觉讲，这个利益不管是你无想要付，还是讲付的代价伤大，你可能就是透过这个谈判的时阵，伫咧谈判岛顶悬，就互相会使交换家己你互相的这个利益是啥物所在？我想感觉这外交基本上就是提供双方会使去了解对方的底线一个上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唔是讲我有武器藏伫倒骹，我歹甲你讲，嘛唔是安尼。我相信这两个大国啊，情报对对方会有啥物？拢了解啊，就是讲倒仔骹有啥物物件，其实拢真了解。是你的决心，你有想要
做这件代志无？哦，这才是上重要。就是讲你的伊个物件，大家当然即摆中国可能离你讲啥物武器，可能还佫差一截啦。但是啊，正是规个物件拢摕出来小输来小拼，那无一定会输啊。所以双方就是一种叫做恐怖平衡啦，恐怖平衡啦。好，已经到了这个，我家己感觉啦，到这个地步，可能有个人无啥同意啊。但是我感觉美国今仔日会想讲要去交这个中国去讲，我感觉我对头就开始讲，我讲这是外交上好的表现。你不管大国安怎有啥物的冲突，看安怎无满意，看安怎无同意对方的话，但是你就是坐落来讲，啊，讲最后无法度互相的了解的时阵，啊，看要冰岛安怎开来讲，啊，但万一无到迄个程度，大家就是伫咧，大家拢会使接受的情形之下，大家来做一个妥协啦，好的部分。啊，较多林老师嘛有讲嘛吼，就是讲即马美国甲中国这两个大国，伊即马在讲的时阵，毋是干那因两国的问题尔，伊这两个大国所有的国际问题，理论上拢是伫咧牵连到底，拢因伫咧讲的时阵，一般拢会提出来讲，吼，所以。即马国际上会重要，大家观察的一寡问题，我相信伫咧布林肯去北京的时阵，拢会提出来讲。啊，最后议题拢讲了，是毋是拢逐项的议题拢有最后的结果？我毋敢讲。但是那安尼足侪议题了，这就是谈判，谈判就是会使妥协嘛，就是讲啥物你坚持的，吼啊我让一个，吼啊我坚持的你让一个，啊双方拢讲会好势，一盘棋。就好势啊，就行了好势。那万一这盘棋啊，大家有上无共款的看法，尤其是对共一个物件，大家拢有坚持的时阵，这就是伫咧谈判内底上麻烦的代志。啊，即马有这个问题无？我其实看袂出来。就是讲有啥物足坚持的，双方上坚持的代志，其实我看袂出来。所以，那比如讲台湾问题咧，台湾问题是中国一定会讲的，但是是毋是伊上重要的代志？我个人认为毋是，伊还有更较重要的代志，伊伫咧即个啥物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伊对俄罗斯到底的态度是安怎？我相信是布林肯上要了解。当你今仔对过来搁接落，你是去讲真啊，讲假啊？你对你的战争，你的立场是安怎？你的供应伊啥物？啥物未供应？我想这是伊想要了解。所以我譬如讲咱我头要上节目，我搁看一条新闻哦，美国去纳180亿的这个美金吼，去纳去 UNESCO， 讲要恢复啦，讲要来参加啦吼，讲要来主导啦，啊内面啊甲这个 AI 啦啥，哦以后咧升级啊啦吼，开始要转来升级啦，啊但是花花草草的物件足济，所以呢，我也是不得不来问吼，童老师，既然你他讲吼，对台湾有小可压力，那么在这个可能性，他连老师的意见甲林老师的意见是讲，可能在这个内面，可能。讲120分钟啊，5分钟讲到台湾，那么有可能咱台湾已经杀这个棋子，已经杀到安尼讲，要卖咱武器，要创啥，会收转来，敢有可能？我讲哦，第一点哦，中美的关系吼是世界上上复杂，会开设上广泛的一组双边的关系。双边关系啊，最复杂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是有一寡无同意头拄啊，迄连运总讲的台湾的问题哈，台湾的问题是北京的核心的利益，就是讲，即马台湾的问题哈，北京爱所讲的话哈，拢总讲出来啊。美国嘛差不多啊，即嘛是看你要安怎做，毋是讲看你要安怎讲，看你要安怎做。假使讲，比如讲，你即马美国你派200个迄个军训的教官来台湾，啊，即马要安怎？啊，是讲要继续，还是讲你要撤退，还是安怎？就是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动作，哦，假如讲即马即个蔡英文总统伊去美国嘛，人看起来亲像美方的伊的对待哈，足低调的。我是讲这款的代志呢，看伫
北京迄内面原来吼，伊当然伊有了解啊。伊讲哦，伊可能，也毋是讲，也毋是讲绝对，可能美方啊，有一寡好像要来示好的样子啊，哦，好像有这款的这个倾向啦。啊，即马你布林肯伊讲要去，啊就讲是一寡代志，啊你安怎做是另外一寡代志，啊安怎做比安怎讲更较重要，因为以前讲的代志哈，你讲的讲啊真水啊，你讲啊一中政策啊是安怎，啊你做咧，根本都是完全另外一件代志。所以讲，即马哈，我就讲的代志，拢讲了啊，基本上拢讲过啊。我就讲台湾啦哈，啊，也毋过，头拄这连议长讲出来，这是你中国甲俄罗斯，你的态度是安怎？因为即马中国要打俄罗斯牌，来对抗你美国拍台湾牌。啊，即马咧，但一支牌遮大，咱一支牌遮细呢。虽然咱是核心啦。哎，这台湾牌看起来是真细啊，啊，也毋过伊的重要性，哦，对伊来讲伊真重要。北京来讲，哦，足悬的，哦，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你知无？因为你讲你台湾，卡叔讲吼，你台湾有啥物闪失吼，伊做派。伊要甲你起配面了，对吧？对，是安怎呢？连锁反应，伊嘛有新疆的问题，伊嘛有西藏的问题啊。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美国有可能在甲中国讲甲会春车了后，甲过去这个战略模糊的这个物件，佫摕转来咯？对啊，就是安尼啊。哦，有这种可能性。你讲归讲，啊你做。哦，这讲一支长长哦。即马代志就变安尼啊！为北京的观点来看，我讲你以前讲的你拢无做啊！你讲一套，你做另外一套啊！你这我翻头了。这是问题的重点嘛？歹势，总编辑你稍等，我再翻头来问林老师。林老师，你敢有同意唐议长安尼讲有可能会转来到这个本来这战略模糊啊，然后咱进前讲的这个代志，甲美国的这个代志，拢小可会退后，会 backwards 安尼。拜登是捌讲过4届啊，吼，讲也就讲中国来拍台湾，啊，美国还是拜登总统伊会来协助台湾，吼，来对抗中国，吼，伊讲过4届，但是。伊的幕僚、伊的顾问当时安尼讲，就是讲美国的政策无啥物改变啦，吼。咱就知影就是讲，美国有伊家己定义一个中国的政策啊，吼。这个甲北京是完全是无共款，吼。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最重要的关键甲前提就是讲，中国袂使用这个武力。改变现状，来改变现状，这是最重要。所以啊，你讲，咱连咱看见这个拜登政府，不管是国务卿还是这个康达助理国务卿，因都讲足一届，讲这个台海的事务并不是中国的内政，这是足严重一种新的方向，就是讲中国拍台湾绝对不是讲这中国的内政，吼。所以对中国来讲，伊有哪知影啦？有哪知影来讲，美国有哪讲的是安尼，做的无共款，做的可能有哪是无共款。最重要就是讲，美国伊有足济的弹性，这个弹性咱爱为这个政策内底长期来了解，并唔是讲今仔日这个拜登政府开始改变。哦，所以咱来看讲，真正伊卖咱武器啊，教官会来，什么的，真正有做有够无安尼。这个最重要是讲，这个台湾无面对威胁，啊，中国啊对台湾2届，去年8月，今年4月，这个足清楚，就是讲全世界拢会当看到这个图啊，吼，就是讲包围台湾，包围建设，吼。所以就是讲，对美国伊一定爱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唔惊台湾咧看，其他的国家
来看伊安怎处理。菲律宾，哦，当知影就是讲台湾这个问题牵涉到因诶这个安全，因的这个经济发展。是，林议长你的看法？较多唐议长讲的吼，即基本上我同意哦，完全同意，就是讲对北京来讲，台湾问题当然嘛是讲核心中的核心啊，核心中的核心。我较多的意思是讲啊，核心中的核心，但是伊要不管伊是咧看美国要安怎做，啊，既然是安尼，更加去证明讲要安怎做，就是美国伊家己的政策会使去行使的范围，伊家己会使决定伊要安怎做。啊，较多林老师嘛，甲迄个美国的政策讲啊足清楚。我较多是咧讲。你也去交人谈判的时阵，上重要的是，啥物代志是操之在即，是啥物代志你家己会使去决定的，你家己就会使注意啊，我就会使拍板定案的问题。所以，咱在注意的就是讲，美国伫咧交这个中国咧谈判的时阵，咱是毋是先让迄个交换的迄个条件，就是迄个筹码。对，机制啊，就是讲我们会不会被换掉？就是我们的利益会不会，咱的利益会去用牺牲无？议长，安尼我问你下袂？这就要看中国对俄罗斯到底支持的程度。我较早就讲，我讲美国上要知影就是中国到底伫咧这球，伫咧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内底，伊到底过来，伊会支持迄个俄罗斯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会决定，因为美国基本上挺乌克兰已经真清楚的嘛，伊嘛希望伫咧战场内底乌克兰会使赢，但是最后的迄个部分就是最后这段路就是咧看俄罗斯伊有偌。这个外援就是援助援助会来，所以这最后这段路了，伊就是咧看最后这段路。所以咱较多主持人嘛有讲吼，即多一个是拍俄罗斯牌，一个是台湾牌。所以咱即马你讲美国完全会甲咱放杀，这也无可能啦。但是伊会使啥物？伊会使讲较少的，做较少的，因为对北京这个政权来讲，伊的民主有当时比伊的实在。得到的更较重要，因为对一寡国家来讲，伊迄个民主就是维持政权稳定的上重要的迄个关键。就是我讲一场战争对一寡国家来讲，你当然国家爱赢，但是国家爱赢，领导者还佫继续伫迄个位，迄较是重要。好，所以。我咧讲就是讲，你讲两摆，希望习主席有听到哦。这本来就是真重要，不管是卖讲是啥物，一个国家本来就是你开战了，啊，你也无伫，你领导者也无伫迄个位，啊，你开战，啊对啊，啊这有啥物，啊有啥物路用啊？对啊，啊，咱当是较注重讲国家爱赢，当然国家一定爱赢，你开战了，国家当然爱赢，但是无人去注意到啊，领导者咧，领导者是伊讲要开战迄个人，啊，伊也最后也无赢，啊，伊做这件代志要创，伊也无开战，伊还佫会使。伫迄个位，伫迄个领导者坐甲真在真好，对吧？做甲伊想要做的时间为止，对啊，对吧？啊，你也开战了，迄就真歹讲啊，因为因素足侪，吼，这是毋是这要知拢毋知咧？是，这头先讲到战争，我就请教钟偏就吼，其实吼，最近林老师有一本新册，内面就讲台海上危险的所在哦。哦，我一看咧，咱就知影讲南海也有可能，其实比台湾海峡更较容易去烧战起来，吼，尤其啊东边的海面哦，也有可能会战起来。那么回来转来到台湾甲美国，美国即马已经甲咱用咱讲哦，5年之内要创这创那，乃至到讲你的预测，即摆布林肯去了，敢会大转弯，还未转弯吗？还是讲会安那来和缓你的预测？是我觉得在军事上面的这个转弯，就像那个。刚刚老师讲的，就是说他可能会不这么的公开，但你要他大幅度的改变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新竹的乐山有一个高山雷达，就是我们采购的，但是上面就是也有美军的美方的对乐山的那个扑爪雷达哈，那它所监视的范围，就是我们一般以前认为就是我们只对中国。的方向做监视，但是后来北韩打飞弹，我们也抓得到讯号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视角是蛮广的。那这个雷达在美军的预警体系里面，等于是第一线，也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也算是耗费巨资的建制跟维持它。那如果说今天台湾的位置不重要，那它这个东西就不会建制在
这个地方嘛，就是地理上面的原则跟限制性嘛。地缘政治啊，对，那我们的山够高，距离够近嘛，好，所以我们可以让美军在这个体系里面，我们起码这个地理位置是不会被取代掉的。那我们讲近期的几个议题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即将有陆军用整个营作为完整的建制送去美军做训练，跟美军做协同的训练哈。那我们目前有听说去美国本土的，也有听说去夏威夷的。那之前有一段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影片就是好像陆战队在演习，然后乒乒乓乓，然后他回头喊口令，就喊的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中文的口令，这样子的片段。然后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我们有一个我们买的 F-16战机有保留在那边做训练。那他们在空中加油训练的时候，他们清楚拍到战斗机前面放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所以在这个军事上面，我们的本来就是非常的密切。那比如说像各国援助乌克兰的时候，美国说，哎，你把武器给乌克兰，我给你我的 M1。那德国很反对啊，为什么？因为当这些欧洲国家他接受了美制武器之后，他就会接受美军的规章、啊。后面的规个拢来、啊。对对对，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立场，他们会有他不愿意的时候嘛。那台湾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是美式的装备跟美式的训练嘛。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玩笑话，就是说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美语老师，都头很壮，年轻人头发剃得短短的，然后。特战部队在很多年前都一直有，就是比如我把一个小组送去美国训练，或美国的教官来台湾这边做协训跟做教导。所以说我认为说他们只是寻求一个，就是说刹车的机制。因为刚才讲的军事冲突这个部分，中国是强硬的，他不会妥协嘛，他宁可做危险的动作去释放一个讯息，说我很强硬，在这块上面你不要招惹我。所以那他去的时候，他来跟他谈的时候，他不可能谈说。就是两个拍桌的时候，玻利维亚诺，我就拿更大的武器出来对峙嘛，不可能嘛。他们一定寻求一个，就是说我们避免擦枪走火。那这个刹车的机制，如同我刚刚前面讲的，说台湾已经很密切了，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回头？就像我说有英文老师，美国也不会去承认说啊，对对对，那些英文老师都是教英文的啦，对对对，都是现役的美军专门来教我们杀人放火嘛，这是不可能的嘛。对，所以说。在这个，我不认为说他们的这个会谈之后就会急转弯，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两个国家之间外交的一个交流嘛，他原本预定就要去访问的，只是什么因素推迟到现在嘛。那中国在美国，应该说美国对中国还有很多的制裁的这个措施，它是非军事的，它可能是商业经济上面的手段，他们是不是寻求那个地方的解禁或者是破冰？这个我相信可能会是他们这次会谈。所以连带讲，在查到讲哦，你伫古巴咧创这个人，这个敢听，这个算是小可代志啦。其他的后面才讲安尼。其实应该讲说，监听这个机制尤其在冷战时期，其实应该世界这看有100档啊不？对对对，那我觉得说，他升级他监听站的设备，这个是我觉得也不意外。树熊的代志。对，那而且。中国的这种情收能力，或者是说美国的情收能力，我相信也不是多一个监听站或少一个监听站累输了呀。对，那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假设他是接受这种无线讯号的监听站，比如说我们讲说那个类似收音机讯号这样子的通信讯号的，那其实有一种讲法是说，我在美国，比如说古巴的对岸，我设立一个，我用这个哈姆雷当听啊。对，然后我用更大的讯号源。就是因为你接收，你是被动接收嘛，我用个主动讯号源，我就去盖你的台啊。对，所以它的那个反制的手段是存在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是不是说我要拿这个东西出来做谈判的条件，还是说谈不拢我就盖你台？这个我觉得他的手段所以马上有科量的对吧？对，他不会是这个时候，只是说观感上不愉快了。就说，你在我家的隔壁设一个监听站。听起来，因彼此之间就是你等我一个石头啊，我泼你一个水安尼。但是坐落来嘛，像连议长讲，各个安怎嘛在坐落来讲啊。是，对，所以我看嘛，而且讲实在话，就是说台湾，就像我们刚才讲，台湾有乐山，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好像比一个监听站更影响更大嘛。在卡架边安尼。对啊。哦，接我来请教林老师哈，林老师你在你的新册里面就讲到。南海的争端吼，其实是更加严重。啊，这是安怎一回事？啊，也许是可能是战争是发生在这。这个南海的东北啊，东北方就是这个东沙岛就是讲这南海不管是要去台湾海峡，
还是这个巴士海峡，这东沙岛这附近。哦，这个航啊，我感觉足重要。就是讲中国的军舰，这苏州号来军将美国的军舰甲加拿大的军舰，有足一日。拄啊，因离开南海要入去这个台湾海峡的时阵，因来咱头前讲过，横切啊，吼，137公尺啊，吼，就是讲对中国来讲，伊有足大用军事的行动，介重要，就是有一个政治的目标。这政治的目标就是讲，伊要来迄件，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其他的国家，越南、菲律宾。英国、加拿大、澳洲，你袂当将台湾海峡当作是一个国际的水域啊，这就是北京伊主张的啦。对，伊主张的，所以就是讲，中国甲美国介重要，因安那来处理这个危机啊，中国是较无重视这人命啊，美国较重视这个法律，就是讲。中国会当用这足危险的军事的行动来争取伊外交甲政治的这个目标，所以伊会当做出这种咱普通人还是普通的国家袂去做的代志吼。那像咱伊路顶赛车共款，所以咱看起来讲这美国这个军舰，比如讲是20节20节，差不多40公里，伊会降落来到10节。差不多20公里。那像你刹车啊，你刹车啊，我这个无规矩而且经过你头前，但是就是讲对美国来讲，伊是认为讲台湾海峡一个国际公共水域啊，唔惊这个美国，唔惊这个其他国家，中国还是台湾，还是全部都会当来经过所以是开始来讲。咱这个东沙岛这附近，因为牵涉到这个巴士海峡，咱看见这个4月，这个山东号原来是为南海北上，然后经过这巴士海峡，然后差不多为4月就开始，差不多十几日，当以台湾的东南方，台湾的东南方差不多500公里，伊也来战机的起降，所以这个南海、巴士海峡足重要，宫古海峡原来足重要，所以就是最近有人讲这个3个海峡啊，宫古啊，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东沙岛，咱过去咱都是重视啊，这台湾海峡，但是慢慢这个台湾的东方的海域，就变作另外一种的前线啦，按讲是前线来讲。这个爱咱的足大无共款的思考。美国原来爱注意到这种的发展，我相信美国人有注意到吗？应该有注意到，所以伊这吕宋岛，伊这巴士海峡，要用这个启用一寡旧的这个基地要来用。唔对，这个日本西南诸岛，不管是与那国岛还是宫古岛、石垣岛，都有新的这种的飞弹的部署。所以这其实这整个战略的思维，就头拄啊连议长所讲的，其实讲讲后面的准备还是爱强的，该强还是爱强那么连议长你以前像这摆 Blinken 还可以见到习近平，乃至到伊见习近平有政治意义无？还是讲若讲未存家，我就莫甲伊见？还是讲咱要来看这个机票？应该是讲。伊行程是安怎安排啦？开始也是先见迄个习近平，安尼就是一种礼貌性的会见啦。是谈判了后，佮见会到，安尼代表讲这个上无讲甲有存车，小可有可能有结果啦。甚至就是讲上无双方抑佮无撕破脸啦，即个情形啦，就看伊是安怎安排啦。开始因为即个是美国的国务卿去北京访问嘛，既然这个访问会使就是讲已经安排好势应该是讲双方应该对一寡问题，拢巧甲差不多啊。巧甲差不多，我唔敢讲，但是上无对一寡意见无差足济，伊就是讲距离无差足济，抑个会使少济啦，抑个会使有可能的谈判有一个结果。
啊，无你啊，首先。哦，咱像迄个较基层的迄个官员来讲，啊，就你很清，你两边都已经差足远啊。开始牵制啊，对啊，这就连迄个去访问的机会可能都无啊。好，就这个机会啊，既然会使访问，代表讲双方抑个会使会该坐落来讲，抑个有可能会使有结果啦。好，这是应该是安尼。啊，记得习近平了就是看伊安怎安排嘛。哈，我是看，若以外交来讲，最好是伊讲了有结果了啊。这个国家的元首出来，其实我加问一下，这敢会影响到咱整个总统大选的主调？总统的大选哦，嘿，譬如讲，伊对着咱开始着讲啥物代志啊，会对着这咱哪两党的这个对着美国甲中国的这个政策开始有小可的转弯，敢有可能性？较多几个老师是咧讲啦，讲要大，我家己嘛是安尼认为。大转弯无可能。大转弯无可能，但是美国既然伊家己的政策，伊会使家己去操作的部分，伊确实若想要转弯，毋是大转弯，若要转弯，结果就是伊北京较不爱听，伊就讲较少咧。嘿，啊，伊的议题就讲较少的，安尼可能就是无大转弯啦。伊可能政策也是共款安尼，但是对着中共政权来讲，伊的民主上甲保持掉的了，重要对，因为有一寡政权，老实讲，咱看对清朝看过来了啊，清朝的政府已经看到即马，伊老实来讲，有的政权理论上是伊的民主比伊实际的利益，因为民主是大家拢看会到的。但你讲干那中国吗？我家己感觉美国嘛是啊，一个迄个伫咧古巴的一个监听站，甲一条气球，对一个较重要。监听站，逐工24点钟拢会使做监听。气球你敢经过了，但是气球是大家拢会看到的，媒体拢会报道的。对一个政府来讲，压力足大的，所以伊一定要想办法来解决。所以摆一个上好的阶段啊，我卖去，我布林肯卖去，安尼我总是表示讲，我对这个代志有足坚决的一个决定。但是迄个监听站，伊设伫咧遐，伊安24点钟安尼监听。我是感觉，但是敢有一种可能性是，迄阵时双方面拢讲袂准食，所以呢，找一个借口讲，动起来，啊，赶快慢慢 reagenda 慢慢来。有可能，但是伊伫个像较多林老师刚才嘛有讲，因两爱要沟通啊，伊即马伫咧北京伊无去，伊伫咧欧洲较紧去找王毅，两个嘛是找伫咧慕尼黑，嘛是紧找来讲，就是讲是一个需要，因爱讲，但是。伊袂使伫咧，即个大家美国人拢看到迄条气球，拢足反对的时阵，伊去，安尼对伊来讲，所以因两个头前见面讲，你嘛拜托的，这气球你嘛好安尼。所以伊就是讲当初安排迄个时阵，讲是因双方的需要，但是因为即个压力，所以无法度去。但是即个需要是一个伫个啊，所以去欧洲的时阵，较紧去找王毅来讲，啊，互相来讲啊，以后莫做即款代志啊，对方。伊可能嘛，这摆应该是无什么意外啦，吼。同意，同意。哈，我讲吼，我同意连毅叫所讲的吼，我个加几点吼。第一，美国的债务危机也未解决。嘿，虽然迄个上限吼，两党达成协议啊，即马伊要举债1条美金，1条美元。啊，你这个你爱别人来支持啊？支持无？哈，这是第一段。第二点，所以讲这个美元哈，伊的角色就英文来讲是 de-dollarization， 是讲美元的即马的伫全世界哈，伊的角色即马是咧下降。虽然讲人民币的伊的比例吼，也是真少，也毋过即个大势吼，你看起来，看你美国人的心中吼，可能是一个代志吼。啊，还有中东的情形，你即马布林肯，你去中国以前，你伫倒？你伫沙地呢？嘿，啊，沙地伊去之前啊，啥物人去？即马甲中国足歹呢？啊，对啊。他已进行是啥人去？是苏利文呢？苏利文是国安顾问呢。啊，伊两个人拢去遐要创，就是讲中国伫迄边的，迄中东地区的伊的
影响力即马增加，扑起来，哎，扑起来啊！美国变怎？啊，当然伊是讲，即马我也要来做一个制衡就对了，平衡啦，平衡。那所以讲，这个代志可能嘛是布林肯即马去北京，重点之一。啊，北京是台湾，啊，比如布林肯是我头拄仔讲，乌克兰，哎，OK， 战争，中东、美元、美元加俄罗斯。哦，上尾来，钟明吉，咱这个冲突，你感觉你有同意林老师所讲南海？南海应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未来也是一个冲突的热点，因为它在这个中共它把礁石填成岛，这个本来就违反了很多国家的共识嘛。那这个9段线或12段线这个概念。